最近咧就係年中購物節，有啲朋友見到氣炸鍋啦，或者多功能嘅煮食用具咧，佢都好想即刻落單，諗住以後煮嘢食嘅時候咧，可以落少啲油炸嘢啦，食得健康啲，連濕疹咧都可以有救噶喎。但係要提下你啦，如果你以為咧氣炸鍋係健康神器嘅話咧，你就要諗一諗啦，因為氣炸鍋如果你用得唔啱嘅話，佢隨時都會令你變成濕疹反覆發作、皮膚滲水嘅超級加速器噶喎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有非常之多人咧都以為唔落油就等於健康喎，於是咧日日都用氣炸鍋去整佢嘅肉啦、薯條。但喺我哋營養學嘅角度嚟講，食物喺高溫同埋乾燥嘅環境之下長時間去烹調，就會產生最大量嘅糖化終產物 AGEs 啦。而呢種嘅物質就會令到我哋身體嘅發炎指數不停咁上升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濕疹，體內嘅免疫力已經打緊仗嘅話，你仲日日塞呢一啲高發炎因子嘅食物落肚嘅話，你皮膚一定會紅腫痕熱痛噶喎。但係我必須要話俾你聽，其實個工具就冇罪嘅，錯就錯在我哋烹調嘅溫度仲有方法啦。濕疹嘅皮膚日常嘅飲食應該就係以低溫啦、鎖水仲有抗炎為主題，例如我哋嘅蒸燉低溫去燜噶喎。喺購物節預期盲目咁跟風去買一啲新嘅廚具用品，不如學識點樣揀真正嘅抗炎食物放落去。而每一個人嘅體質都唔同，有啲人食咗氣炸鍋整出嚟嘅雞翼係冇問題噶，有啲人食一隻雞翼就已經拗足成晚啦。呢個就係點解你係需要一個建設性同你啱你嘅飲食計劃，而唔係淨係去買一台氣炸鍋去搞掂啲嘢食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點樣用最正確嘅飲食方式協助你身體排毒啦、搞濕疹啦，仲有減肥嘅話你可以即刻留言氣炸鍋，首3個朋友我就會送出15分鐘嘅免費線上健康評估俾你噶啦。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短片有幫助嘅話，麻煩你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成日用氣炸鍋嘅朋友啦。我哋下一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